如果你哋喺婚姻路上感到彷徨迷茫嘅時候，內心感到矛盾，應該係分開還是係繼續相處呢？我哋嘅專業團隊願意去陪伴你哋走過婚姻再思之路。各位你哋好，我係羅姑娘，歡迎收睇由香港公教婚姻輔導會婚姻調解服務處製作嘅賽馬會婚姻再思計劃網上教室。呢個計劃由香港賽馬會慈善信託基金捐助，由2021年7月開始，為期3年。而家就讓我嚟介紹一下呢個計劃同埋網上教室嘅內容啦。香港離婚嘅數字上升，究竟離婚係咪唯一嘅出路呢？其實離婚對家庭同埋孩子都有深遠嘅影響，因此當夫婦進入婚姻嘅掙扎嘅時候，賽馬會婚姻再思計劃係出路。當婚姻出現 error 嘅時候，可能係由於經濟嘅影響，疫情底下冇公開，而且喺照顧孩子上面有唔協調嘅地方，夫婦發生衝突，互相指罵同埋埋怨，雙方內心感到好矛盾，一方面覺得好憤怒、傷心同埋孤單，好似對方唔明白自己咁樣，好想離開呢個痛苦，但另一方面又唔捨得呢段嘅婚姻，覺得依戀翻大家互相很好好嘅時候，喺內心又非常之有矛盾，係分開還係繼續相處呢？如果你哋喺婚姻路上感到彷徨迷茫嘅時候，我哋嘅專業團隊願意去陪伴你哋走過婚姻再思之路。我哋透過輔導、工作坊同埋小組，讓你哋停一停、諗一諗，去回顧翻你哋相處嘅模式，亦都睇翻你哋婚姻嘅矛盾或者係甜蜜嘅地方，以至到多方嘅考慮，再重新做一個負責任嘅決定。或者你哋可以以決心同埋毅力重新去建立婚姻。喺呢個動盪嘅時候，我哋亦都願意去照顧你哋孩子情緒嘅需要，透過遊戲輔導同埋親子嘅小組，讓你哋懂得如何同小朋友相處。如果你哋或者你哋認識有仔女嘅夫婦正在跌入婚姻掙扎嘅時候，歡迎打電話嚟俾我哋27827560，或者瀏覽我哋嘅網址 Facebook 同埋 YouTube， 去了解下我哋嘅計劃或者相關嘅資訊同埋影片。呢個嘅網上教室亦都有唔同嘅系列，歡迎去到我哋 YouTube Channel MMCS-CMAC 嚟到去睇同埋訂閱。嚟緊我會同大家去分享夫婦相處嘅 tips， 希望見到大家，下次再見，拜拜。賽馬會再思婚姻伴孩成長計劃嘅宗旨係支援掙扎緊係咪離婚嘅夫婦，希望可以俾夫婦重新檢視婚姻，減少怨恨，作審慎嘅離合抉擇，從而減低對夫婦同孩子嘅傷害。詳情可以瀏覽我哋嘅 Facebook、YouTube、Instagram 或者打27827560了解更多啊！鍾意我哋呢條片，記得 Like、Share 同埋訂閱我哋嘅頻道。我哋下條片再見。